街邊食檔有驚喜，肇慶鼎湖萬達廣場旁。祝福各位萬事如意，合家平安。鼎湖萬達廣場裏面有10幾20家食肆，各位肇慶街坊應該係知道㗎啦。我亦都喺我之前嘅影片裏邊介紹過。通常我自己開車去萬達廣場，會喺負1或者負2層停好車，就會完全喺廣場裏邊活動，食飯、睇戲、去超市買嘢，活動完畢就會開車離開，係唔會留意廣場外邊有啲乜嘢嘅。最近我走出廣場外邊，卻發現原來圍繞廣場周邊都有一啲食檔，於是就引起我嘅好奇，就去試下啦。今日我冇將車泊落萬達廣場嘅地底停車場，原來廣場旁邊亦都有呢一個地面停車場，叫做萬達金街西停車場，泊半小時免費，1小時至3小時係每個鐘1蚊，唔貴嘅。泊好車就去揾食啦。我哋見到呢一家街頭牛扒，睇嚟好吸引。佢嘅位置係喺萬達廣場2號門嘅外邊，呢度就係2號門，即係好多超市落扶手電梯嘅位置。我哋就入去就座啦。入到嚟先至見到呢間店嘅全名係牛之道街頭牛排。我點咗黑椒牛扒36蚊，我老婆點雪花牛扒38蚊，仲有可樂同埋蘋果醋，埋單85蚊。好咁啊，睇唔到可以免費加。2塊牛扒嘅份量都好大，鐵板夠熱，蒸出濃重嘅黑椒香味。扒肉嘅質素高，好腍好好食，絕對可以媲美高級餐廳嘅牛扒。幾日之後，我又再嚟食。上次叫黑椒牛扒份量太大啦，食得太飽。今次我就揀咗兒童牛扒，26蚊。兒童牛扒嘅份量對於我嚟講係啱啱好。不論我嘅兒童牛扒，抑或我太太而家食緊嘅雪花牛扒，都保持水準，好好食。店裏邊嘅海報有句説話講得好好，不是吃不起西餐廳的牛扒，而是街頭牛扒更有性價比。街頭牛扒俾我哋好好嘅印象。另一晚，我哋就試下街頭牛扒旁邊呢一家巷子説市井老火鍋，門口嘅招來係咁樣講嘅：全場菜品3元、6元、9元，鍋底18元，鴛鴦鍋25元。堅持使用一次性鍋底，杜絕回收油，杜絕添加劑。好啦，咁就入去試下啦。我哋點嘅鍋底係菌菇鍋，店員就送個鍋嚟幫我哋點火，其他嘅都係自助形式嘅。嗰度有個菜品櫃，我哋要自己去揀材料，自己攞食物。店員係無需記錄我哋攞咗啲咩食品嘅，因為原來價錢就係分3種，就係灰白碟3蚊，紅碟6蚊，土碗9蚊。我哋食完結賬嘅時候，店員就數顏色碟就可以啦。菜品款式都唔少，牛肉都有肥牛肉、鮮切牛肉、麻辣牛肉。結果我老婆就首先攞咗鮮牛肉、八爪魚、蛋餃、魚蛋、聖子、火箭魷魚。跟住我哋去調料台攞調料，調料係每位3蚊，落啲蠔油，再落啲葱，再攞1碗豉油。
中途我哋再加料。今晚打邊爐，好有地攤風味，但係環境算乾淨企理，食物好新鮮入味，我哋食得好開心，埋單88蚊，性價比好高。又另一晚，我哋繼續探索萬達廣場2號門向外望，隔住桃園路就見到呢個金街食府，其中有一家熱辣江湖，我哋入去試下啦。我哋點咗烤生蠔半打46蚊，米飯同埋蒜蓉菜心，主打係呢個蒜蓉紫蘇烤魚88蚊，蒜蓉菜心同埋燒生蠔係先上嘅，燒生蠔蒜香撲鼻，真係好好味。最後係烤魚，烤魚因為要燒，所以稍遲先至上。如果口味不合適就跟我講啊。好，謝謝你啊。一大盤其實份量好多，除咗烤魚，仲有幾種配料，好多嘢食。呢種魚叫青江魚，骨少肉多，啲肉夾起嚟好大塊，味道好，亦都好入口。唯一要彈嘅就係好油膩，呢個係我同老婆唔滿意嘅。結果我哋食唔晒，已經好飽。我哋將米飯取消，埋單係158蚊。各位網友，如果你喜歡小鳳嘅製作，請點讚、訂閱同埋將影片分享俾你嘅親友啊！多謝。